泡芙们安安呀，我是汝如，今天来打卡之前答应你们寒假要做的新年跑酷 ，ID 是11176983475326。大概就是我这个跑酷整整做了7天，但真的不是我懒啊！我寒假第1天就流感了，第2天还发烧40度。还有一个逃离作业，我找时间做。然后就是我在做这个跑酷的时候，发布完我就想说试跑一次，结果跑到小测验的时候，发现字就全部不见了，而且我点进小道具，明明发现它还在，但就是显示不出来，导致最后字体部分只能重做。词穷了各位自行观看吧。